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文子宫病院，因为人员的疏失，甲25位民众注着无经过透报的 BNT 的疫苗，这个剂量是超过正常值的5倍以上。新北市卫生局已经暂停着文子宫病院所有新冠疫苗注射的作业。原本负责着注射的英福宫的注射站，嘛改由阿东病院来接手。再去一透早，这个注射站照常来注射。若迄25位注着 BNT 原液的民众，健康监测也算正常。都惊因为剂量伤悬，会产生着严重副作用。医师是来建议，观察期至少要悠长到1个月，而且注第2剂的时间嘛要悠长到3个月以后。透早，永和区永福宫注射站照常注疫苗，不过现场的气氛真谨慎。原本是文子宫病院负责的注射作业，特别出予民众注超量的 BNT 疫苗了后，随交予阿东病院来接手。我们这一次来的话，至少我们有3位医师，我们有一系列护理师、药师，还有行政人员。到周5的话，都还是亚东医院在这边为大家服务。重大疏失，指挥官陈时中讲一定会追究责任。目前新北市卫生局表示，先继续停止文子宫病院注新冠疫苗1礼拜，相关检查和转院观察费用拢交予病院负责。注着无透过 BNT 的25个人，有10个人转院，部分出现注射部位会红、会痛、会忝、体温真悬的状况。不过整体健康监测状况真正常。新北市议员林金杰在大嫂伫注着无透过 BNT 了后，感觉骹手无力，好加在目前身体无伤大的副作用。什么都有持续在关心，还有帮我们打点滴。恩主公对他的这个照顾也相当的这个仔细，那也不断的有很多的医生都来给他轮流来关心。有医生建议，对加注着5倍量疫苗的人，观察期要增加到1个月，就惊有人注着高浓度的疫苗会出现更加强的副作用。被打了4倍的一个剂量的话，我们认为它可能副作用确实会增加，但心肌炎的一个情况可能可以透过追踪相关的心脏酵素，来看看是不是有出现初期的心肌炎或细胞膜炎。酸痛、疲劳这些都会出现那就像我们发生车祸的时候被撞到以后再加上那个惊吓，你就觉得说好像身体就很疲倦的那个感觉。另外，针对注着无透过 BNT 疫苗的民众，医生建议第2剂要是使注 BNT， 不过注射的时间会使增加到3个月了后。不过，若是真正有出现副作用伤严重的状况，嘛要交予专家小组来评估是不是要改注其他疫苗。